我是艺龙来看明华园剧团成立90周年的大戏，合作《大河单剑》。这个拜六要伫国家戏剧院来演出。这个剧情是咧讲东条乱世李世民甲伊的结拜兄弟真可贵的兄弟情。 由孙翠红所主演的李世民，甲范龙在舞台上比划武艺，这是明华园90周年代表作《大河单剑》，有爱情戏出，嘛有兄弟的情谊。李靖跟那个李世民啊，跟李鬼3个人的兄弟结拜之情为这出戏的主轴。这个兄弟之情可以远胜于其他。 除了朱青美馆以外，也有新生代小生小段，亲像是李玉珍、和陈娇婷，和少年人担任主角，有传承的意味。英雄乱世，大家都以为打打杀杀很没有人性，可是，在乱世当中是可以见到人的真性情，这是导演最厉害的地方。这出戏在16到17要在国家戏剧院演出，了后嘛规划到其他县市登场。介意明华园的戏迷一定要把握机会。